爱伫1993年那时节，下行爱第一条客家创作。我当初为选择用母语写歌的原因，主要是我嘅年代，伫台湾的音乐历史当中发生很多新台语歌运动，好，都从林强啦，过来从陈明章，过来黑名单工作室开始有新的好乐歌出现的。按记下我如果伫个想讲啊，我讲我喊那个客家人，我敢有想过有个新客家话，新客家话的安尼那种创作出现咯。喊安尼动机，我样开始写下我第一条的歌的。但我伫写第一条歌的时节，其实第一个上多的还是吴胜志，因为吴胜志有做歌的，故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那下做客家创作的音乐人。可能录音比如讲吴胜志录安尼咧录主持呀，我第一条歌嘅录到19，那19嗰条歌嘅其實創作嘅速度個叫差唔多都30分鐘都寫下來，詞跟曲同時出來。那對我嚟講係呢一個特別嘅一個創作過程，因為我之前係用國語寫歌嘅，用國語寫歌嘅時間係呢因思考，因啲嘅斟酌，但係用客話。伫個創作嘅時節，係呢嗰種個直接東西都按得出來，詞跟曲都講下出來。全部寫嘅都係我身邊嘅故事啊，寫到講農業啦，又係農民，因為我爸爸媽媽就係嘛，我哋閒時都本來都啲研究啲去睇嘛，都寫身邊嘅故事啦。好像2016年出版嘅《偽裝》係呢寫空氣污染，其實嘛係跟我哋嗰天嘅空氣污染嘅那種。問題有個太關係嘛，我發現到，如果嘅客家嘅創作比起國語嘅創作，有自家嘅特色，有自家嘅風格。大部分嘅音樂創作人，也係藝術家，一直會想講啊，尋到自家嘅風格。故所以後來我大部分我嘅想法都，我應該用自家嘅客家話來寫歌嘅。因為本身我因為也，喺我嘅創作嘅光譜地邊都。用自家嘅母語寫歌嘅嗰種喺美學嘅標準當中係一個歌嘅，故所以我都感覺到一個創作人應該做出自家最好品質嘅東西，讓做得安尼發表出來。故所以我後來90%以上嘅創作，都會用客家話寫歌嘅。大家好，我係林生祥，我嘅母語台灣嘅歌流行音樂會12月28。高雄美麗島捷運站，歡迎大家來聽。